民进党因应到2026年县市长的选举，在昨的中常会通过的选举对策委员会，由民进党创党的元老区议员，甲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共同来担任召集人，而且按照惯例，由各派系推出着人选组成委员会。这个新系的大脑区议员本来已经退到幕后，这回再度加入江湖。党内的人士讲，相信区议员丰富的选战经验，一定会当选出上适当的候选人。身为党主席，我是希望借由跟你们的合作，向社会传达我们党务革新或行政革新踏出第一步。回应党内青年议员5大倡议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提出4大期待，嘛同步针对2026年的地方选举，昨个中常会通过2026年选举会名单，由民进党创党元老区议员、党秘书长徐国勇共同担任召集人。依照惯例，由各派系组成选举会成员，包括苏系立委张宏禄、永仁会立委王定宇、政国会中常委陈茂雄、永系立委曾水雄。民主外水不分区立委陈培如、历届友谊代表林益邦、新系代表刘维军。有招牌造型的区议员，捌做过府院党国安会4大秘书长，有永远的秘书长之称。伊的职位差不多拢是操盘手，这摆区议员又搁转来操盘，可见赖主席已经提早带情转战，将目标指向2026年。要赢回县市长的选战，尤其是台南、高雄竞争真激烈，就惊讲影响党内团结，嘛爱由区议员甲各派系去沟通。总统和市长没有在这个名单上是非常好的安排，不要被拖进这个初选，被迫选边站。那我相信会挑出最强的县市长的候选人，来在2026年打出一个最好的成绩。彼此要做一个君子之争，赢的人能够做相关团结整合的工作，那输的人要接受选举的结果这个不要有叛党这个跑票的这个行为。一向拢伫幕后的新系大脑中出江湖，毋若要为初选平湖操刀，要搁做党内公亲延续党的命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